立法會琴日否決動議辯論巴士特許經營安排，議員郭昌話可惜，又再次提出動議辯論反對巴士大幅加價40%。汪艷秋報道。吳國昌對於有部分議員表明因為議題涉及行政立法關係憲制問題而予以反對，吳國昌表示惋惜，指政府計劃批准兩巴加價，而每年2億5千萬元嘅補貼當中只有約1/3係用喺減低市民實付車費方面，其餘都係巴士公司經營者獲允許加價嘅得益。早前政府有關官員喺立法會討論有關問題嘅時候承認，過去對巴士公司同其附屬公司嘅利益分配缺乏監管，乃至每年千幾萬嘅巴士車身廣告收費，只有百幾萬被列入巴士公司本身嘅收益。政府喺將來又會否作出監管？吳國昌再次提出動議，反對巴士大幅加價40%，並建議邀請運輸工務司司長劉思堯及交通事務局局長汪雲參與辯論。澳門電視台記者汪艷秋報道。